所以这那电工公司除非听的团的呢，让你马尾中的从那个出呢，老娃子个这次见这个他给他老路从那个见识了个了，对呢。兄弟，多公共工程的第大地方是年轻的第一个，那就是年龄你这里第一个了都。多公共工程都第一等的人家呢，那边人jon肯个这个政治个弄啥嘛的，弄这个这政治个弄是的。这就看样什么在他们这个弄的，哎呀，这个我，那这个都，现在那个等等的什么？